在治水方面，现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西尾滞洪池。好，在之前曾经就是会提过哈，那第六河专局这边耗资了2亿4千多万，整治了滞洪池。之后，在黄市长这边，在我们水利局，这边又在编列了4400多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景观设施。乌错林呢有2条乡海，就在107年跟108年做的，这个做起来对我们那个排水改善功能很好，这个柏油铺得很平坦。阮所邻里甲所属里，这段时间就是拢做庄内、里内道路、下水道全部拢有改善，改善了抽水站嘛来加完成。这段时间来，庄内就袂吃水啊，无过去变咧落雨，庄内大家就坐咧等，变落雨水就起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安定区临近南科园区，近年受到园区外溢效益带动，许多周边建设和劳动人口也渐渐落脚在此。因此，台南市政府也核定了安定区都市计划变更，并且新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未来发展指日可待。像是交通方面，预计开辟南科特定区的计划道路，疏解尖峰时间车流问题。而民众最关切的防洪治水上，西尾滞洪池、港口滞洪池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营造工程，就是为了希望有效舒缓安定区排水淹水问题，让市民住得安定，心也安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3个滞洪池。一个142万栋的，一个80几万栋的，88万栋的，还佫有一个这3个滞洪池就会当落大雨的时阵，水排对遮来，闸门溪边就袂讲一时间排袂出去，尤其闸门溪水重的时阵，水门爱关起来，关起来的时阵你内面的水就排袂出去啊，要排倒去就排来遮来，会当来冻一时啊啦。会当冻一站啊，等闸门溪的水降的时阵，咱水门开开，才佫流出去，这就是调节的功能。所以治水是咱上重要的。第二，当然咱嘛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啦。比方时的时阵，大家咱来遮做一个公园，看落日，也是讲咱即摆未来佫用一寡设施，咱的少年仔会当来遮拍球，也是做一寡其他的活动，当然，咱是希望讲甲打造安定，会当互一个较好这个生活较好休闲的所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防疫需求，基于病院提供民众自费采检，伫南科西拉雅公园的停车场设立一座移动式 PCR 筛检站，除了快速筛检，嘛互受检民众甲医护人员是零接触环境。位伫南部科学园区这座西拉雅自费筛检站，采检的使用对象依照疾病管制署开放部分的民众。自费筛检的申请规定，包括因为工作因素需要减负检验的证明，甲出境2类，采线顶预约的方式，东港就用来取得报告。如果民众要来做自费筛检的话，我们要先上奇美医院的网站先做预约的预约挂号。那挂完号之后，可以检附相关的文件，那做线上支付或者是线上刷卡，就一次付。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线上直接以支付的方式支付费用的话，可以来到现场。那现场的话就是以信用卡来缴费。信的民众呢，他在2个小时内会拿到公务员的号码。我们是
是周1到周6，早上9点到11点半，那预约26。我们的这个适用条件呢，是依照疾病管制署，它有部分开放给人民众的一个限制，就是它是激进的，或者是需要减负检验证明的民众，就只有这2类。这座移动式一体化的防疫采检站是由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所捐赠，甲一般户外采检站无同。医护人员伫个镇压舱的控制室采检，免受到风吹日晒，甲全套隔离衣的闷热，而且完全袂甲受检者来接触，大大保护医护人员甲受检民众的安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在防疫期间买当照到艺术放松一下，淡市美术馆推出锁定美术馆以后备受好评。这回全新一集的影片，特别邀请林志玲来配音，片中伊嘛照出来宣导防疫，邀请大家乖乖伫厝等疫情过后，做回来台南吃美食。拄着疫情，3级警戒，各大展览馆甲景点拢暂停开放。不过防疫期间，透过欣赏艺术，嘛是一种疏解压力。所以淡市美术馆第一时间就推出锁定美术馆。其中全新一集的影片，特别邀请林志玲来发声，亲自担任配音，让大家了解台南的历史，嘛向艺术家表达敬意。在每一个时期，台南都以丰富的文化积累，体现出文化资产与能量，因此借由丰富的人文景观，得以紧密的与美术馆整合在一起。构成城市文明景观。根据观光路局长表示，这摆邀请林志玲担任锁定美术馆的影片配音，伊不但马上答应，嘛表示未收任何费用，甚至希望将预算转做公益。林志玲嘛借此为防疫加油，邀请大家疫情过后做回来台南吃美食、食高节。大家好，我是林志玲。防疫期间，你有没有乖乖的待在家呢？我很想念大家，很想念台南，但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到处乱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希望大家好好的合作，让我们一起度过疫情。在疫情之后呢，就可以到台南吃美食，逛古迹。到台南市美术馆看展览，是不是相当的期待呢？为了这美好一天的到来，请和我一起谨慎防疫，温暖待人，团结抗疫，一起加油！足久无听到志玲姐姐声音的民众，会当伫6月24、7月1号到7月5号暗时7点，从淡市美术馆的网站欣赏。台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安平卫进党为了增加民众防疫观念，特别设计喙暗加慎重结缘，民众只随意添邮箱，就当摕到限量版的喙暗。另外，庙方为了提醒民众做好防疫，将也未开工的身上挂上喙暗加护目镜，成为真创意的防疫宣导。安平卫进党目前配合3级防疫警戒。即开放庙外空间，让民众参拜求心安。同时，为了加强民众的防疫观念，庙方阁特别设计了古水的喙暗，让民众结缘。另外，防疫的基本需求就是挂喙暗。卫正党也特别将门口也未开工的招条木档挂上喙暗护目镜，希望借此提醒民众爱做好防疫。咱甲咱的圣公公即个石上挂即个喙暗和即个护目镜，重点是要来警惕咱这民众，咱这信众出门在外，记你家己的安全，爱甲即个喙暗挂起来，较袂互即个疫情继续扩散。即摆有一寡信徒看到，迄反应是安那？大家信徒看到，讲感觉真好奇，为什么会甲即个圣公公啊，即个石条挂即个喙暗？毋是咱圣公公惊疫情，是为着要提醒大家。安平卫正党除了配合防疫，同时阁宣导防疫。用心设计喙暗，让民众结缘所处，希望在生命的庇佑之下，人人拢会当平安，疫情会当早日退散。
台南新闻江硕伟采访报道。热天是结石真容易压起来季节，但因为现在也是三级警戒，互真侪民众会当莫去病院，就尽量莫去。不过医生表示，结石问题千万唔通拖，因为可能会互腰子发炎，严重时甚至也搁会失神。一位住伫咧安南区的阿嬷，因为腰子结石的毛病，会相当的艰苦。但近来的防疫警戒，也互伊唔敢去病院看诊，伫厝内拖了2礼拜，最后疼甲挡袂牢，才去病院治疗，但也已经拖成腰子发炎。他因为疫情期间不敢到医院来进行处理结石，或是来门诊，或是来住院都不敢，所以他就拖了大概2个多礼拜的时间，弄到已经发高烧，烧到39度、40度才到医院来。来医院一看，其实左边的肾脏已经严重的肾脏积水，然后结石其实蛮大颗，大概1公分左右，卡在输尿管的上段。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变成他住院的时间拖得很长，需要用抗生素治疗了大概1周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出院，然后经过手术处理才完全康复。因此我知道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到医院来看医生，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会尽量忍痛。但是其实结石相对起来，如果说它会造成你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尿量变少、发高烧。甚至是造成影响到肾功能、肾脏积水这些状况，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危险，可能会造成后续严重的并发症。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急性肾衰竭，甚至会需要洗肾。所以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最好还是到医院来跟医师详细讨论，讨论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比如说，如果说真的已经只剩下1颗肾脏有功能，或是2边肾脏都有积水、2边肾脏都有结石卡住，这个状况大概还是需要紧急做处理。如果有发高烧的话，可能还是要进行抗生素治疗，以免你反而造成你肾脏的衰竭，或者是严重的感染败血症，变成你反而要去住加护病房，这样可能反而会造成更严重，就是你住院时间会拖得更久，你反而要待医院更久，反而得不偿失。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还是要到医院来跟泌尿科医师进行相关的讨论。医生表示，要远离腰子结石，除了爱加啉水、加运动，控制糖分甲盐分的摄取，会根本去预防，避免进一步结石累积，才会当减少疫情期间来到病院，烦恼被感染的风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歇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虽然最近咱 COVID-19 确诊人数慢慢减少，不过为了确保基层防疫人员有加一定的保障，议员陈义珍为下咱在地校市建设捐赠600支的护目镜，予中西区甲北区区公所，场面相当温馨。新冠疫情虽然有愈来愈较无遐严重，因为基层的防疫人员伫咧第一线执行勤务的时阵，常常爱甲民众接触，相对嘛提悬感染的风险。即摆捐赠透过台南市议员陈义珍的媒合，予伫咧在地建设公司豪旗建设捐赠600支的护目镜，予中西区甲北区的区公所，来予公所配发落去，予基层的防疫人员。每天的电视新闻拢看到咱所有咱这公务人员，咱的这大家拢安尼尽心尽力吼，咧做咱的防疫工作。但是拢大家拢曝晒伫咧非常危险的迄个环境之下。所以，发这个心，希望会当来帮助咱这所有咱这公务人员咧做防疫工作，同时会当对因的心，会当做一个最好的保护。议员特别感谢豪旗建设公司伫这个非常的时期对社会送出温暖，透过捐赠由台湾制造外销去外国的防护护目镜，或者基层人员，互因会当伫第一线接触到民众的时阵，会当有加一层的保护。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非常感谢我们豪旗建设的谢董事长真的非常的有这个善心那捐了这么多的护目镜然后给我们包括我们的2分局第二
中西区区公所北区区公所5分局那他之前其实也有捐赠了很多的单位其实买了非常的护目镜，非常多的护目镜，其实就是有感于我们所有第一线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然后都包括我们最近其实大型的接种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发送这些疫苗接种单，其实我们的不管是里干事、里长，还有很多防疫的人员、区公所人员，其实都是暴露在这个危险之下。那咱会当得到这批护目镜对阮基层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护目镜呢，未来我会来分予咱第一线咱的里长，还有阮第一线的同仁来做一个使用。嘛希望讲透过这定的保护互伊伫咱这边疫情遮尔困难的情形之下得到这个保护，互大家会使来做好着咱第一站咱防疫的这个工作，确保着咱市民朋友的身体健康。感谢。北区区长表示，非常的感谢企业这摆捐赠的护目镜，对基层的前线人员非常的有帮助。公所会将护目镜返予里长，佮有第一线的人员做使用。护目镜会当预防伫咧前线的人员甲民众接触的时阵，降低病毒对目睭感染的几率，进一步来对防疫的人员有更较完善的保护。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3期间假以后，淡市173处的社区关怀据点拢暂停供餐服务。不过，为了照顾弱势长辈用餐需求，餐饮企业所创办的滋养社会福利基金会特别捐赠3万份的调理包，要予长辈方便用餐。防疫记者会中，市长委托伫小球场陪同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餐饮企业捐赠3万的调理包，提供弱势长辈伫防疫期间会当真方便用餐。开始全国因为配合防疫，真侪关怀据点拢停止供餐，但弱势长辈用餐需求也是真使人烦恼，所以企业特别发挥爱心。这个东西对很多弱势的家庭是很大的帮忙那尤其这些调理包只要微波或加热，放在水煮加热就可以了那对于许多弱势家庭，他们的及时的服务是很大的帮忙。尤其很多弱势家庭，他们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那也放暑假，接下来要放暑假了，所以说也没有营养午餐的供应所以说灿阳实业灿阳企业能够对我们社会上的弱势家庭有很大的帮忙。这点是深深的感谢。那另外呢，他们本身的员工也都是非常幸福的很多大家放防疫假是无薪防疫假，他们是有薪带薪的防疫假当然是最好家里面都不要有人有防疫假的需求，但是一旦碰到了事实上他们可以对他们的同仁有非常非常好的照顾，这点是非常感谢灿阳企业的。那其实在这个调理包是在刚发生5月初的时候，因为其实慈养基金会就对偏乡的长者供餐有一些提供，那后来觉得说这个疫情可能祭典都停掉了，那怕说那个长者在家应该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我就跟局长讨论说，是不是企业尽一点心力，跟政府跟我们黄市长来做一种抗疫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就找了厂商，那跟厂商联系以后呢，其实在昨天之前，我们社会局造册的一些偏乡的长者，应该都有收到调理包。那也在5月10几号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帮助一些偏乡的学校，那学校呢也收到一些孩子到学校来，可是也是没有供餐，所以我们也提供了27所学校100份，每个学校100份的调理包，让孩子在学校也可以用餐。那其实这是我们市民应该做的，那也是我们灿阳企业回馈我们大台南最主要的一点点心意。其实，伫捐赠典礼进前，企业已经透过社政系统送到各据点，而且运送过程嘛全程落实消毒等防疫作为，以确保安全。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阳光爱心会理事长吴秋霞因为感念家己生命当中受到真侪贵人斗相共，所以只要有能力，拢愿意回馈。即摆因为看见疫情期间富康巴士协助弱势大量需求，所以特别集资捐赠1台予淡市使用。
目前台南有146台富康巴士，多数拢是民间捐赠。伫即摆注意力过程嘛，总动员协助弱势，发挥真大功能。所以阳光爱心会看见这方面的需要，特别一组捐赠一台价值超过100万的富康巴士。市长伫社会局长陪同代表市民接收。市长讲，外口虽然落大雨，毋过心中却看见日头。咱台南市有31万65岁以上的，31万5千人，65岁以上的年长者但是我们很需要社会上更多的关怀协助，像阳光爱心会这样的团体，我们深深表达敬意跟谢意。谢谢各位理监事，不管是铺桥造路、铺桥造路，或者是帮助弱势，这拢是非常好的。而且咱一定会让好好利用、善用这一部富康巴士，像这次施打疫苗，富康巴士就发挥了功能。我们不仅还有低底盘公车也发挥功能。谢谢市长来给我们鼓励。今天我们阳光爱心会对社会其实都很热情跟希望说有更多人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阳光爱心会。对那个弱势族群的话，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怀跟协助。希望台南市很多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们阳光爱心会，能够对这些伸出援手，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社局指出，台南的富康巴士每一趟平均提供28万纸以上服务，主要予新长者出外无障碍。疫情期间，更是加强清洁消毒，伫第一线守护每一位使用者的健康。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我再讲过落雨，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才是乌云即将转雨，今仔是微雨天气，温度27度到28度，落雨几率有7成。海面边缘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